也云林北港有一个查甫人哦，伫刮刮乐店头附近袅袅看，看啥物？看人咧上当。等人咧上当时呢，甲挂伫乌多摆规地刮刮乐甲现金拢偷摕去，也头家是损失40外万。2暗头6点外，一个穿空是外衫的查甫人，骑机车按菜馆行外口经过，利用头家咧收单时阵，甲挂伫乌多摆顶头的地仔关下，就做伊走。头家讲，内底拢总有1800外张刮刮乐，甲现金2万块，总损失超过40万。我觉得不是临时起意的，是蓄意偷窃的。我真的是，当天晚上睡不着，我一直气自己的不小心，造成严重的损失。业者讲，看监视器就知影，这个查甫人按迄天下晡4点外，就伫附近行来行去，利用伊收单时，甲规脚底仔赶走。对本案警方讲，这个嫌犯偷摕了后，因良心不安，即时去派出所投案。在店家尚未到派出所报案前，犯嫌已因良心不安，先至北港派出所投案，当场向警方交付窃得之背包及部分现金及物品。为事后被害人向警方表示，有些物品短少。业者买手清点即届互偷摕的刮刮乐，大概有1850张，不过嫌犯投案时敢若剩600几张，目前还有1200几张毋知走去倒。对此，警方表示讲，犯罪动机甲案情搁咧调查，后续警方会积极侦办。记者综合报道。